上真搞早，欢迎收看今日2月16日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昨昏是元宵节，北天顶蓝芳炮闹热滚滚。昨昏伫新北市的滨溪有放6公尺悬的天顶，替台湾祈福。啊，那伫台南的咸水芳炮，大约有25000人去参加，早好今年旺旺旺。入暝了后，台南咸水芳炮真闹热，尤其伫安全帽啊、穿高袖啊、牛仔裤，还有挂手笼，做好完全防护，近距离感受慢炮热火的刺激感。今年受疫情影响，规模确实新桥出巡无照景，改做15个地点放60座炮城，进场也总量管制上限1000人，不过200万支芳炮配合高空烟火，场面依然闹热个震撼。我们千呼万唤始出来，希望说今年的盐水风炮去除瘟疫，保佑大家平安喜乐，疫情早日退散。台南市府统计，目标暗时有将近25000人，不过也传出福林人后本来就头讲到送医好个仔无什么要紧，也发生旅游客因为无伫防护装备，互芳炮炸伤目尾难产意外。元宵节北天顶蓝芳炮同时点到夜看，还有新北市滨溪天顶6公尺悬的主顶，市民宣传新北市各区的特色观光景点，也为国内祈福。平溪天灯，我想每一个人都希望一辈子有一个机会来这边放天灯。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写下平安享福，平安雄厚，希望今年一整年，我们的疫情都能够很顺利的度过。民众将愿望写伫天顶，看天顶慢慢升空，1200支天顶点到山城夜空，希望天公伯会用听到今年台湾会顺利度过疫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45例，40例大病入境，5例本土病例，有1个死亡的个案。本土病例内底有桃园机场的警察去围着，目前也唔知影感染源。另外，昨昏嘛公布1个死亡的个案，是咱国内头1个为着 Omicron 死亡的案例，是1个80岁的欧巴桑。针对预防车这部分，咱台湾家己买的140多万ton Moderna 预防车，昨下晡嘛送到位。又个疫苗来啊！咱国今年第2批采买的莫德纳疫苗140.48万剂，15礼拜日下晡1点外运到桃园机场，后续会进行检验大封条，提供民众来做。那总共140.48万剂，那都可以工作哈，第1剂、第2剂、加强剂、追加剂哈，都来灵活的来运用。陈市长表示，本土新冠疫情渐渐稳定，会当控制，连续2天9位数。礼拜2新增加5例本土病例，包括新北市嘉林药电子厂新增加2例，桃园阿旭电脑新增加2例，另外还有1个是40多岁男性，桃园机场的航警，个案捌做过3剂疫苗，13因为出现症头，采验了后确诊。医病室的工作是协助落地采检，确诊者后送的检查工作，感染源也有待调查，也有可能是社区感染。从社区来的，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不过我们刚才讲过说，其实从1月21号到2月11号做过2次 PCR， 那中间里面做过5次的快筛，其实那频率是非常的高的了哈。那所以先把这个基因定序把它弄清楚来。另外，也新增1个死亡病例是80多岁有糖尿病加细胞疾病史的女性，进前伊互瓜友会确诊的计程车司机载过，互人扣例隔离，后来因为阴转阳确诊，继续住院，也捌使用过瑞德西韦治疗，毋过无用到呼吸器，无想到该隔离迄天，互人发现死亡。这原来是咱国内头1个Omicron死亡的个案，也是这波本土疫情当中年纪上侪岁确诊者。在他要解隔离的当天就有出现这个吸入性的肺炎跟败血症的一些这个急性的变化。那所以它主要的这个死亡原因是这个吸入性肺炎考虑到疫情转好，指挥中心也宣布，为16礼拜3开始，宗教场所防疫管制会适度放零，公众人物也当恢复走摊。另外，第23期疫苗医药平台为16开始开放民众医药对价车，这期要提供1583000外名额，各厂牌疫苗拢有，注射时间是2月至2日。记者综合报道。
安那桃园昨昏是新增加3个本土病例，内底有1个是桃园机场的警察，感染源也咧追查。另外2例是阿旭电脑的外劳，因是伫居家隔离中互验出阳性。那高雄虽望无个增加新的病例，也毋过高雄3条传播链即阵共款还未找到感染源。放起来到防疫人员以及落地采检，救护车也伫边仔提名，若有阳性反应，直接送医治疗。过程中也外靠航警协助，稍有一名桃园国际机场的航警15确诊。机场中的工作是确诊个案的后送勤务，那感染源仍然在调查中。确诊航警是19763例，负责的业务包括确诊者的后送，伊做过3期疫苗，1月中到2月中，2摆 PCR 加4摆快筛拢阴性，煞伫2月13检出阳性反应，目前感染源不明。远景在居家隔离有6位，自主健康管理有13位。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做一个勤务的措施调派，那也不会影响到我们边境防疫安检的工作。航警去过的开销拢清销，也采检其他393位航警，初步拢阴性。桃园也有另外2例是万雄自务区阿旭电脑的菲律宾籍女移工，拢是伫厝检疫中发病。身为移工重镇的桃园，营运劳动部移工专案引进第2阶段15上路，移工由住伫集中检疫所改为防疫旅馆为主，全市在17000名移工，旅馆敢是有够？我们在这个专案的初期以这个产业类的移工是以本市级的雇主优先，那社服类就不受限制。那我们将来再做滚动式的检讨。电文产讲，全市24间防疫旅馆有1504间房间，为了 PCR 会有3个专职医护团队到旅馆采检。透过开放移工专案引进解决欠管问题，也毋过防疫未拍折。另外，高雄虽然15即天零确诊，也毋过封锁2条传播链，扩列251人。由原来追踪体检，包括50枚感染源，全市有3条不明传播链，还未找出源头。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冷气团的影响，伫北部、东北部天气有较寒，嘛会落雨。今仔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敢若10度8。咱做伙来看分图。今日伫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落雨的机会有较悬，落雨时间嘛较长，早暗拢较凉冷。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敢若10度8。日时时日头会出来，所以温度会回升。毋过北台湾同款较凉冷，北部高温是17度至19度。明仔拜四冷气团减弱，温度会回升。也毋过拜五花东喷雨区过会来水汽会变高，中部以北东半部过会落雨。拜六有冷空气会落南，天气会变寒。全台湾是湿湿冷冷到后礼拜1，低温存无10度。高山有机会会落雪。活春天天气变化有较大，乡亲爱细致。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报纸重点，先来看联合报。来配昨昏发表全新的 APP， 正式甲一卡通电子支付册一卡通甲来配合约到明年2月份到时。455万一卡通电子支付的用户，未来就无法度改用来配来汇款。金管会即嘛要求一卡通要赶紧成立独立的电子支付 APP。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伫即礼拜有个修正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统一裁罚基准甲处理细节的部分条文，改变一寡检举的项目，即嘛剩46项的违规通检举。其他亲像较轻的交通违规是该建议用可抗的代替来检举。毋过2台车并排停车顶路影响交通这部分，毋但会当检举，而且会当连续检举。新的规定，交通部是希望伫今年顶半年会当开始实施。来看《中国时报》。一向拢是招理工人才、工程师为主的台积电，进前有开出一个课，因是要找商业情报分析师，应征者是爱是读政治、经济也是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的人才。人力专家即嘛是认为讲，这是因要向国际人才来下手。来看国中生甲高中生，这敢困有把面，因想要延后第1节课的时间，最近这个议题有引起讨论。教育部长潘文忠昨是表示讲，按算第3月份的时，教育部会公布上新的上课的时间。那第1节进前的早自习咧会当自由参加。
第8节袂使摕来考试，上紧伫今年9月份会实施。国中、高中敢是要延后上课的时间？各界已经讨论真久。教育部长潘文忠表示，会伫3月份公布新的规范，上紧伫咧111学年度新的学期9月份的时阵开始实施新的制度，减少这种例行的朝会的这种次数，那能够增加比较多学生在第1节课上课以前可以来自主应用时间。潘文忠对9点半到学校这件代志虽然无真确定，不过有讲会互学生搁较侪自主规划的时间，包括头1节课进前，甲第8节课袂当考试，升旗典礼甲早自习自由参加，而且会规划较少界咧。另外有学生认为讲，已经惯习目前上下课的时间，调整了后可能会影响放学了后时间的规划。因为我现在也已经习惯啦，就突然改变，我就觉得有点会扰乱我的时间。家长将要不能载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要上班。如果晚一点的话，他们上班时间都到了。家长有支持嘛有反对，除了学生上下课时间要重新调整，接送的时间嘛会受到影响。感觉他们的作息会变得更糜烂因为现在又滑手机、数位时代啊，慢慢在更改，慢慢在改变，我是觉得应该是好的啦。学校表示，现阶段台中部分的国中甲高中已经停止早自习，若是搁甲头1节课延到9点半才上课，教学的时数缩短去，对老师会造成更较大的压力。在塞了这么多东西状况之下，又要缩减这个学习时数我觉得这好像是变成有点冲突。高中的话呢，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准备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了，其实它的难度什么的，还是要有足够的教学时数。学校表示，即马强调多元的教育，老师教学的时间已经无够用，头1节课延到9点半，对老师的教学百面会造成压力，嘛真要达成课纲规定教学的时数。即马新制度还未实施，要安怎来适应，拢是真大的考验。记者综合报道。第款高端公司是宣布，因伫巴拉圭进行第3期临床试验的结果是证明高端预防下第3期解盲成功，安全性有够，而且中和抗体是 AG 的3.7倍。伊嘛已经摕到巴拉圭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但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目前伫全世界，即摆有8个国家有承认咱的高端预防车，伫国内嘛已经做超过100万档。高端这个月14公布伫咧巴拉圭进行的第3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疫苗安全性良好，通过试验设定的优越性标准，而且中和抗体的效果达到对照组 AZ 疫苗的3.7倍，正式摕到巴拉圭紧急授权 EUA。重要是要加速这个国际认证，来确认咱这个疫苗会当互国际接受。所以较重要是这个 WHO。这个实验爱有成嘛，所以一旦有结果的时阵呢，咱高端疫苗已经有准备好，会当提供更较多这好的疫苗，和更较多人会当用。高端副董事长表示，希望会当对国产疫苗承继做国际疫苗。上紧3月底 ，WHO 团结试验结果出来，准若通过，就会当向各国提出 EUA 申请。当这个消息出来，也互高端股票伫咧15起关盘，股票价小来到265块。即阵已经承认高端疫苗的国家有8个。有承认我们高端的有印尼、帛琉、纽西兰、贝里斯、索马利兰、泰国、爱沙尼亚、巴拉圭，总共是8国不过实验的结果跟在台湾实验的结果其实是很雷同。那未来我相信它还是会得到比较多的国家的认同。目前国内做超过192万外档的高端疫苗，但市长表示，进前甲高端公司买500万档，即阵扣掉已经做完的政府手头也有300万档。伊讲除了会继续提供国内使用，也会规划用伫咧人道救援。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当，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4亿1,000万例，死亡人数的部分是超过584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45例，目前咱台湾即阵计共19666例，香港的病例是超过19000多例，伫中国已经超过10万例，日本超过400万例，韩国即阵嘛是超过146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即阵已经超过7900万例，印度是超过4200万例，巴西超过27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800万例，法国超过2100万例。来关心中国的江苏，即阵有本土病例，因为苏州工业区内底有真侪咱台商伫遐，恐惊会对半导体产业造成影响。若香港即阵疫情滚价，疫情食力，日是先增加1600多个本土病例。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伊是表示，会拍拼甲疫情压落来，暂时袂封城。香港疫情继续严重，15增加1619例本土确诊个案，也有5400件初步確診個案，包括8名兒童嘅3歲女童，佢而家仍然喺兒童醫院嗰度留醫，情況係危殆。咁現時咧，公立醫院個隔離病床嘅使用量咧，就已經達到去90%，咁已經係我哋隔離病床可以接收病人嘅上限。係努力按住動態清零呢個目標咧嚟到應對，我哋要繼續打呢場抗疫戰，向病毒投降唔係一個選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15早起出席記者會，又宣布掛喙暗，也強調無論安怎，攏未實施封城計劃，會向北京要求協助增加採檢量。唔但香港疫情退燒，中國蘇州關掉15個高速公路入口，要求居民非必要袂當外出，未屬封城。社區居民排隊進行核酸檢測，因為中國疫情閣有進步，但是中國增加本土病例40例，其中遼寧有29例，28例來自河洛都市。江蘇有8例，攏出現伫蘇州，其中6例伫蘇州工業園區工作。昨天晚上11點起，蘇州有6個地方被調整為了中風險地區，其中呢，吳江區1處、吳中區2處、姑蘇區1處，還有蘇州工業園區有2處。蘇州工業園區會當講是台商當天，當地政府是要求園區內所有的人員進行核酸檢測，以找出潛在個案。連連伫官方廣告，為佇蘇州的8寸晶圓廠有1名觀光技術調被暫停生產，同時強調對公司財務業務無重大影響。嘉灣電投資的紡織廠嘉良科技產線也暫停，恐驚會衝擊產能。記者綜合報道。總講起為着愛治療、愛隔離，才袂閣拖出去，等好離離了後才當唔免隔離，這是標準的 SOP。毋過，佇土耳其有一個查甫人已經封隔離1冬瓜，因為伊對2020年11月份開始連續體檢78屆，伊攏封驗出陽性。等於是講已經治療14個月啊，也毋過攏還袂好，所以一直攏無法度解除隔離。醫生即馬是要講，可能是伊家己本身有白血病，免疫系統較濫，所以一直攏袂好。看電腦頂長長一排檢測結果，已經隔離超過400天嘅卡亞桑，也是無法度離開出門一步。Toplamda en son olduğum testten beraber 78'i buldu. Hepsi pozitif mi? Hepsi sıralı pozitif. 56歲卡亞桑是土耳其目前已經知影感染時間上久的患者，伊本身有白血病。2020年11月確診的時陣，感覺家己所存的時間無偌濟，好在在病毒無奪走伊的性命。毋過住院9個月，佮加上居家隔離5個月，也真歹過日。Yani anlatması çok zor. Düşünebiliyor musunuz? Yani işte gördünüz, bildiniz. Camdan çocuklarımı seviyorum yani. 敢會當讓真遠見面講話，無法度確定。對於卡亞桑甲伊的親人來講，攏真歹過。Zamandan beri yani hastalığından önceki dönemden bahsedeyim ki herkes bilir bunu. Tanıyanlar pozitif bir insandır. Yani hep pozitif diye adam pozitif oldu. Artık negatife dönemiyor. 土耳其政府規定，感染也未好的患者未使注疫苗，所以卡亞桑到即馬攏無法度注射，因為伊的情形真罕見。意思是講，可能甲伊得到白血病、免疫系統較差有關係。進前有研究指出，白血病的患者總共注2劑疫苗，有1/4的人仍無抗體。Herhangi bir şekilde viral kültür yapamadığımızdan bu virüs canlı mıdır değil midir kesin olarak bir şey söyleyemeyiz. Ama %99'a varan oranda artık bu virüsün canlı olma olasılığı, dolayısıyla da bulaştırıcı olma olasılığı yok.
凯亚桑感染了后，甲伊有密切接触的母囝检验拢是阴性的。伊希望政府针对伊的特殊状况小可放灵，互伊毋免阁继续面对家己生活的日子。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国际局势来关心乌克兰的危机。资本外界是咧要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间可能是伫即几天，也毋过俄罗斯是对外表示，因为一部分的军队已经撤离。上新的消息是，美国总统拜登因是表示讲，无度确认讲俄罗斯即马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俄罗斯嘛是有可能会出兵。英国的首相强森嘛表示，目前伊是认为共款也是随时有可能会相战。俄国军队继续伫白俄罗斯境内甲领空进行大规模军演，乌克兰士兵是伫东部高度戒备，严防包围。乌克兰会十外万俄国大军随时可能采取入侵行动。Активизировались. От за останніх, майже так 3 доби, воно йде як по наростаючій. 乌克兰局势继续升悬，美国总统拜登甲英国首相强生暂时进行40分钟电话热线，因为透过外交方式有缘有可能化解战争危机。俄国总统普京甲外交部长的电话，亲像也讲出避免战争爆发有缘有一丝仔希望。Они, конечно, не должны продолжаться бесконечно, но на данном этапе я бы предложил их продолжать и наращивать. Хорошо. 美国国防部继续向波兰增派美军，也不过也无愿意讲出俄国具体入侵的时间，只强调威胁继续升悬。美国已经完全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所有的使馆人员，将使馆送往乌克兰西部挖近波兰边境的利沃夫，同时呼吁所有伫乌克兰甲白俄罗斯的美国公民赶紧离境。美国国务院甲北京拢警告，俄国随时可能发动攻势。另外，18将伫德国登场讨论国际重要安全政策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今年将聚焦乌克兰议题。俄国也已经确定无出席。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则是强调，伊将尽力阻止战争爆发。公司新闻警官强编译。还佫一个争议，这是日本拍算伫明年的4月份，甲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透爆了后，因讲拍算要排入去大海。啊，毋过这是引起附近的国家拢咧抗议。国际原能总署是组专家团队有去日本，这2天因会去福岛核电厂去实际了解状况，上紧18会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日本研究要排放福岛核电厂含氚核废水入海，国际原子能总署组成15人的专家团去日本，展开拢总5天的行程，甲东电公司以及相关的省厅进行意见交流。The IAEA review is carried out in objective, credible, and science-based manner, and help send a message of transparency and confidence to the people in Japan and beyond. 3月大地震所引起的福岛核灾到今嘛超过10年，前首相菅义伟伫任内决定要伫2023年春季排放核废水去大海。虽然当局表示透爆过的核废水每公升含氚量较无1500倍克，是日本境内标准的1/40，不过也是引起市民甲国际不满。建屋の中にはタンクに溜まってるよりも多い実際トリチウムが溜まってるんです。それだって結局は今の政府の方針でいけば海に流すわけです。そんな量を流されたんではどんな問題が起きるかわからないと思ってる。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统计，最早来1370万吨的废水，会伫今年达到真崩。日本政府望伫国际原子能总署实地考察了后，会当化解外界疑慮。透明性を高め、国内外の理解を醸成していく上で、原子力分野の専門機関である IAEA との協力は極めて重要です。IAEA 专家团15、16会先参访福岛第1核电厂，一定18会召开记者会。另外，台湾虽然不是会员国，已经规划家己筹组观察团，只是日本的边境政策，外国人无法度入去，目前也搁伫甲日本参详。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俄罗斯才宣布要撤离军队，不过乌克兰政府的网站随风攻击，外界即马拢指控讲是俄罗斯做的。来看英国的安德鲁王子刚性侵害这案，根据法庭上新的文件，双方已经达成和解。来关心世界卫生组织是讲，Omicron的变异株未来将有可能伫东欧传开，所以是呼吁东欧的民众要紧去注意风险。咱
咱政府是表示讲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这对咱台湾加入 CPTPP 才有利。有风声讲27明仔 CPTPP 就要开执委会，学者是分析讲，总共日本有影甲咱台湾小听，安尼就真是有机会会当加入。台湾最近解禁日本福岛食品进口管制，加上去年元旦开放美猪进口，移除台日甲台美之间长期的贸易障碍，对强化参与国际体系。驻美代表萧美琴就表示，希望会当为台美 BTA 加入 CPTPP 来铺路。Difficult policies to open our markets, hoping to pave the way for 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S. and open the opportunities to join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otherwise known as the CPTPP. 台湾即马即个抢入 CPTPP 17传出将召开执委会，虽然可能重点是伫英国执会案后续，但过台湾申请案敢会当方提出大关注，或者分析关键可能伫日本消停的力度，才会当甲其他对咱友善的成员国达成第一阶段目标，成立台湾执会工作小组。新申请者有没有跟现有的成员针对目前的，也就是所谓的既有的贸易关切事项，达成解决方案的共识，能够在 CPTPP 的会议里把我们刚才期待的立场表达出来的国家，现在看起来最大的希望是日本。CPTPP 不管它相关的会议，它的程序呢，通常 CPTPP 秘书处他们不会对外来公布哦。CPTPP 今次将讨论台湾入会案，外交部无评论，强调会极力争取支持。也毋过，即摆开放福岛食品，国民党党员22日关市议会党团干部反对，佮提出部分关市有地方自治条例禁止核实。也毋过，行政院表示袂当抵触无法，预料未来福岛食品可能甲内地政治共款，走向实现大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咧欠卵，有生产鸡卵的农民就向媒体投稿，过年期间无报盘价，啊，毋过卵商却向因要求爱红盘价，也就是每台斤平3地减4块银。农民批评安尼无合理。农委会有找两边都去开会，伫会中即摆决议要废除红盘价这个词，嘛讲未来过年期间会由农委会出面来敲切，定出一个合理的价数。最近北部鸡卵无够，价少起价。不过，则是有卵农指控过年期间被迫爱去互卵商红包，欠卵搁爱用3地价搁俗4块的价少卖卵。有人讲这是北社农民的歹习惯。15日农委会开会，无愿意公开的卵商批评是黑白讲。休市不是红盘价都乱讲，那有红盘价，红包是你拿给我不用钱的呢。那怎么红包乱讲话？农委会紧急邀请3小双方，包括着卵农甲卵商代表开会协调。不过过年期间休市无报盘，鸡卵也是会生卵，需要卵商协助运销。过年人力成本较悬，所以卵农有价少优惠。只不过价少已经由鸡卵报价委员会决定。由卵农各地养鸡协会卵商合作社这单位组成的3小拢有代表并同意，只不过即马决定先废除红盘价名词。这样子的说法可能会让大家误解，也避免困扰。那以后我们就没有红盘价这个名称。那以后在过年期间的收购的一个鸡蛋价格，就由农委会来协调，建立一个合理的机制。对这代志，卵农优良卵品发展协会理事长邱兆忠伊就讲，红盘价是较早的做法。过去过年休市，农民不管生产偌济鸡卵，拢用包销的制度交互卵商斗3工。毋知有即个优惠价少的传统，啊，毋过即马过年期间，原来有超商卖场这个通路，强势拢有，佮加上卵价大起，佮爱优惠4块，这是毋是合理的？伊认为应该双方好好沟通，找出拢会当接受的差异。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即阵咱国内疫情也袂稳定，有一寡phòng来做居家隔离的对象，讲爱家己开钱去住防疫旅馆，隔离14天，住14天落来，上无就爱开2-3万。目前敢若台北甲高雄会替民众出这条钱，啊那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叫民众家己出这条钱无合理。国内疫情要小袂退，有不少民众因为行踪甲较真正定塌，封口咧隔离，还佫去互地方政府要求讲，爱去指定的防疫旅馆，遐若隔离14天的费用2-3万，都要家己纳，互民众感觉是真无合理。防疫这个问题应该是政府出钱，不会是我们老百姓出钱。
各县市防疫旅馆的费用无共款，台北甲高雄在防COVID的人，住防疫旅馆的费用是专家支付。台北市卫生局统计，为去年9月开始，累计有2472个防COVID的人住防疫旅馆免钱，市府已经核销1000万。因若台中市成立居家检疫的替代所，是采审核的制度，每一天收2000块。为今年1月28开始，嘛专家补助。因若屏东县政府追溯到今年1月份开始，补助防COVID的人，一个人一天500块。目前已经有262个人受惠，补助要200万。调解立委主张讲，会当甲补助集中检疫所的费用转去防疫旅馆，因认为应该专业公费来支付。不过，疫情指挥中心强调讲，居家隔离是以伫厝内隔离为主，若是厝内的条件无适合，送去集中检疫所才会免收钱。那最主要是说要先确定它的一个必要性，那才会有些接下来所谓的集中检疫所的一个公费，这部分，要不然都是以居家隔离，为原则。针对网络伫风声讲，因为烦恼去用隔离，所以唔敢扫实联制 QR code。指挥中心呼吁民众都要落实实联制，对联络可能的接触者有帮助，嘛才会当阻挡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对昨开始未解封，新竹县长尤文科嘛表示讲，只要新竹县第3档预防车注射率若是有达到5成，伊嘛拍算未解封。不过台北以外5都暂时拢无要对咧做，桃园甲高雄暂时讲拢无要放零。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这部分地方会当家己决定。台北市为15开始有条件解封，包括社会人有条件用餐，电影院开放会当食物件，各种以上的学校开放，毕业旅行甲校外教学嘛解禁。因若新竹县长尤文科嘛头一届讲，只要第3档的注射率伫3月底进前达到5成，就会带条件解封。新竹县政府在防疫上，我们有具体的目标。第3季一定要达到50%，我们就会来办理微解封的事情，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台北市大胜宣布带条件解封，新竹县只要第3档疫苗的注射率达到5成，嘛按算部分解封。不过其他的5都是暂时无要缀咧办理。新北、台中甲台南因为防疫措施无有限，所以无解封的问题。因若疫情较严重的桃园，观察期到2月底，高雄的防疫措施依次无变。不过指挥中心强调讲，目前并无所谓的部分解封。我们没有所谓的微解封了哈，是有一部分是在2级警戒内，授权地方政府去做相关的管理。专家建议，应该要用疫苗保护的效果来评估当时会当解封，袂当单纯以疫苗的注射率来看。第3剂一定要像上次 A 粒打2剂疫苗一样这么快那这样子才能够维持到50%，才会回到50%加疫苗失效的大概40%的90%的合起来的2剂加3剂的社区疫苗的保护力的这样考量，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是在3月中旬。专家强调讲，去年10月、11月注第2档的疫苗，到达保护力嘛，敢若剩50%，就要赶紧注第3档，才会当有关保护力。注的速度若有够紧，上紧伫3月中就会接煞解禁。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镜头来屏东，屏东来义乡公所伫今年，因是结合在地部落的艺术家，推出部落纳入谱仔，记录在地文化、故事甲特产。野北的设计，互真侪人拢想要知，印500本，3天来互摕了了。这很漂亮呢，很多人要跟我们要。这野北色水诗行跳色设计，这本纳入谱仔，甲一般官方咧发死版的有影是真无共。来义乡公所今年家己总经费，招部落的青年艺术家，跳我在地结合原住民文化、工艺等特色，设计出这本纳入谱仔，真受到乡亲的欢迎。因为我们来义乡最主要是务农为主了，然后我们的文化也很丰富。那就请我们这边在地的部落年轻人来帮我们设计规划，那就是将我们来义乡这边所有的农特产景点尤其二峰郡这些还有工艺把它融入在这个里面。主本这纳入谱仔才印500本，想要到讲才无3天就互摕了了，也真侪乡亲想要摕就摕无，但公所只好搁加印500本，配合在地活动举办，兼做面册刊文抽奖，望搁通带动地方的观光。一出来放在我们的官网受到所有乡亲各地的朋友都非常欢迎，他们都要跟我们要了，所以我们
那500本发完了，我们现在又再重新再做500本。咱实体蜡字簿题目到电子版的通皮芳，为了将人更加了解来义乡在地故事，公所已经把这本蜡字簿放去伫网站顶悬，若有兴趣的民众随时就网就看会到，感受到地方人文甲文创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地区活力嘛，展现伫社区的举办的活动。社区办活动，互时代会当振动筋骨，吉头壳，即马在课程是愈来愈多元。伫南投的国城社区，最近就有开德艺课，互老大人家己抹猪、做猪，尾仔呢，再用家己做的猪来食饭，这食起来有影特别有滋味。老大人坐几排，专心摕沙纸来抹竹啊！过一捆啊，一箱看起来真有班的猪就抹好啊！这是南投国城社区的德艺课，不少老大人看到家己作品，拢真欢喜，感觉用家己做的猪来食饭会特别好食。这猪做好，等于家己用，讲啊，这我家己做的哦，菜就加足好食的。阮这的老伙仔吼，大家手安尼紧叮当紧攄吼，啊，搁家己做猪吼，啊，这箱猪啦做得水水啊，家己食饭吼。用这箱猪来食吼，心情愈来愈好，愈健康，食饱字。这边的德艺课，老师教老大人做上简单的猪，除了要互时代更较有兴趣行出厝内，更较介意来社区中心活动变工艺，更较主要的是希望利用简单的课程，互因的筋肉甲头脑拢加振动，减少退化程度。我们这次的课程着重在让他动手做，那让他在动手做的当中开发我们大脑，活化大脑。因为南投是台湾真大的竹甲工艺的产地，国城社区除了希望课程会当减慢长辈退化速度，嘛希望这个课程，互更较侪人伫咧生活当中注意到在地竹工艺。记者综合报道。那昨昏是正月15元宵暝，有人讲元宵暝就是小过年。伫古早伫元宵暝，大家烧酒去看花灯。蔡乡亲咱做伙来去家己看一个老师是传承做古仔灯这个工艺。伫古仔灯顶面抹加水的菜盐，等拍打才搁一笔一笔来写字。古仔灯抹过菜盐了后，门仔表面会小可金金，搁有一项真重要的功能。你若无用这个菜盐吼。就是像咧布有空啊吼，咱咧毛笔咧，咱字咧写的时候，拢会长呢。做古仔灯要40档的赵师傅，做到即马是因兜的第3代。不管是用竹仔编骨架，也是画图写字，逐项拢会晓。伊讲伊少年的时阵，因为写字好看，佮专门替庙时甲拍石仔店来写字。家己关市有10间哦，我写同少写9间咧啦，差不多啦，嘿啦，因为你迄个蒙阿布也一半以上拢差不多我写的。赵师傅讲，手工做的古仔灯时间长，成本会较悬，人客如果量较侪，会去找工厂，买来较无共的，才会选择手工的。手工的就是讲吼，你拢爱专心落去做，袂使有小可毋对，也是颠打啦。你若毋对颠打吼，你有当时就搁颠来。因为功夫有路，赵师傅的手工古仔灯，正做家己饲一寡展览的作品。伊讲这项技艺未来无的确会互工厂的机器来取代。伫即天来到进前，伊会继续坚持做好每一项作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生活消息来看，即马真侪人饲动物伴，若根据公寓大楼管理条例规定，社区敢通饲这动物伴饲宠物是社区会当家己规定。因过动保团体是一直咧质疑讲，这条规定违反人权甲动物权。昨昏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守法。2只宠物狗手要食掠主人紧紧上，宠物是每足家庭的宝贝。根据统计，台北市平均每100户就有27户会饲宠物，但是有一寡社区管委会规定禁止饲宠物。动物保护团体即期上大的问题是出伫公寓大厦管理条例。15动保团体召开记者会，呼吁修改相关法令。条文里面是说，住户饲养动物不得妨碍公共卫生、公共安宁及公共安全。但法令或规约另有禁止饲养之规定时，从其规定。尤其是这位住户已经是住在这个地方，突然出现了规约的时候，就会造成我们今天的
主题上面的破千。根据目前的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社区敢会使饲宠物，上尾就要看社区规约安怎约束。目前伫各党派立委甲动物保护团体推动之下，已经有修法版本伫咧内政部处理当中。我们这个修法有2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第一个，如何去确保那个住户饲养宠物的这样的一个权益。那第2点就是也是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尊重社区自治的精神。像我们现在定了一个饲养宠物的管理的一个参考性的规范给大家参考。那这个部分后续怎么样去做，真的是还要再找这个相关的这个公协会团体来进行讨论。营建署表示，目前法案犹搁伫咧收集意见的阶段，等编写完成以后，就会送立法院审查。动保团体表示，2013年开始就立委提案修法，但是拢伫一读以后就冻点，呼吁各党派立委会当伫这个会期完成修法。记者郭本调随台北报道。新竹县的新湖国中学校内底有4张10多年的树仔，最近互民众发现讲学校无通报，就把树仔撤掉，即嘛引起争议。原本生甲真茂盛的树仔，即嘛变做这款模样。新竹县新湖国中校园内底4张乌木树，最近互学校派人撤灯。学校解说是因为树仔已经发觉影响到电线，佮加上6月风台季节的关系。为了安全，才会维护通报的代行处理。过程里面，如果有任何包括因为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有任何的不当的地方，现在我们会去调查，那给予适当的处理方式。专家表示，这款大家合作台湾乌木树的门期算珍贵木材。以这摆撤掉的树仔大细来讲，4张原木市面上的价值哇12万。它主要是做家具还有做一些比较工艺品。那20公分的话，大概有生长有将近20-30年的时间。一般来讲，这样子的植物一棵市价大概需要2-3万块。互人撤掉的乌木树，即阵流向倒位？学校讲有可能已经互厂商当作废弃物单雕，未承认行政缺失。教育局表示，需来进一步调查。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美国纽约又发生亚洲人红台视风攻击的事件。今年甲打已经有3个亚洲血统的民众和当地游民加有台视。当地民众发起游行，要求政府要加强治安，防止悲剧再发生。一个35岁查某人李尤娜，住伫纽约市曼哈顿的城区，往中国城迄搭。当日暗时要转去厝里的时阵，去有一个非裔游民倒甲伊睡厝的所在去，甲伊抬40外刀，袂像这个查某人死伫浴桶内底。规个亚裔社区知影了后是拢真惊吓。10时当地举行示威的活动，要求民选的官员都要更加积极来关心亚裔民众的安全。I'm at the point where I can't take it anymore. Our elected officials need to act. I am begging them to act so that not another life is lost. Too many lives have been lost. This is supposed to be a time of celebration in our community, and we're holding vigils. 案件发生的时阵，纽约市的警方当场就抓到这个凶手，是一个25岁非裔游民纳喜，而且有甲伊做精神的评估，目前还未确定感受涉及报仇的攻击。这个游民有真侪项前科，上新的一个登记的住所是伫咧华府包里街的游民收容所。这已经是今年第3件游民攻击亚裔民众致死死亡的案件。今年1月份，一个40岁华人的妇女高慧民，则伫咧月台去互游民塞落铁基路内死亡。另外一个是去年去用攻击，尾手变做食物人姓马的男性，嘛伫1月初一进前过身。亚裔社区面对疫情以来，一直加悬这种受训的攻击，加上精神疾病游民因的骚扰甲攻击，是感觉受到威胁，嘛毋知要安怎。We don't oppose a shelter, but this is not like fairly distributed. Entire New York City should all come together and help the homeless individuals. You cannot just dump all the shelters in Chinatown. That's not fair. Personally, I feel we've been pushed around for too long. 就是这场纪念活动的主办单位，嘛发宣传单，要求当局唔通搁伫咧当地开新的游民收容所。因为这个机构已经伤过集中伫咧下曼哈顿的地区，伫咧东巴诺花周边当中上较新的一个所在，甚至就离这个案件的受害者李尤娜因兜无偌远，增加犯罪风险。呼吁当局都要积极来管理、合理分配，才会当互亚裔民众出门袂搁再惊吓。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
第一浪有11000多人是因为欠钱无在调刑，转行掠去关。为着要替这人还钱，第一浪有2个出家的经新人，是同齐开一间家家餐厅，后来食饭的人客体验食家乐的感觉，嘛把这所赚的钱摕来还钱还孝，互这人会当赶紧出家。穿乌白条纹的衫、戴红色的帽啊，这食饭人看起来亲像犯人，其实是餐厅的人客。伊人首都德黑兰有一间特殊的餐厅，是2名经新人合作创业的餐厅，专门请因为欠钱无还，爱入家服刑的犯人。تا الان چند بار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چند بار زندانی اومده اینجا توی مرخصیش کار کرده ما هم کمک کردیم حقوقش رو دادیم و تونسته کمکی بشه به مشکلش و علاوه بر اون تو برنامه هامون هستش صحبت کردیم با سازمان زندان و هم تفاهمنامه البته ننوشتیم法新社报道，伊人对机票、跳票付不出承诺好的聘金，甲无法度还贷款的处罚真严格。欠债人爱在家一直到行政政府为止。伊人目前至少11000人，就安尼在家服刑，相当是在家人口总数的5%。创办餐厅2个头家，纳卡哈特甲阿里扎德原本是事业朋友，却因为生意失败，要无钱还债，才在家。出家了后2年，因决定开创家家餐厅，16号家乐，帮助无法度还钱离开家家的犯人。这个想法也真正得到民众的支持。فضاش خیلی واسمون جالبه هم مثلا حالا اگه هم بخوایم حرف بزنیم یا مثلا بخوایم کسی رو معرفی کنیم بیشتر بخواد فضاش هم هست مثلا میگه فضاش حالت سلوتوریه و خب هم اسمی که داره و همین که داستانی که خودشون داشتن اونجا نوشتن و خب ما یه جورایی حالا نمیتونیم مستقیما به اونا کمک کنیم ولی خب یه جوری با یه درصد از پولمون میتونیم بهشون کمک کنیم业者将餐厅装潢甲亲像家家同款，互大家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体验做犯人的感受。透过社群媒体帮助，伫5年外时间开几间分店，分别伫德黑兰、伊斯法罕甲过一阵仔要开店的阿拉克。مثلا این آدمایی که رفتن زندان اومدن بیرون آینده مشخصه اکثر اونایی که از زندان در میان فکر می‌کنن خودش آینده‌ای ندارن وقتی میومدن ما رو میدیدن انگیزه میگرفتن میگفتن که خب شما شدید خب پس ما هم میشیم این خیلی مهم بود除了餐厅部分盈利会用来帮助犯人还债以外，也透过网络募资协助。各位欠债的犯人当中，选已经结婚有囡仔，或者是因为年岁大破病等无法度食头路还债的人，生还帮助这想法也互真济公益协会甲有名人参加协助。根据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这计划已经捐出1亿3000万美金，相当新台币36亿5000多万，帮助数千个犯人还债。公司新闻陈世东评语。印度洋的岛国马尔地夫的船澳大是占全世界3%，也过因为全球暖化、气候反常，造成船澳白化。当地环保人士最近投入保育，希望会当赶紧让船澳大恢复。美丽山坡溪群，也有小在鲜艳的山湖。讲到马尔地夫，就会想到当地正水的景观，不过这珍贵的自然资源在消失当中。马尔地夫差不多250种山湖，山湖大超过2000公里。不过这几年全球暖化加上人为建设破坏，让马尔地夫的山湖大陷入生态危机。2016年，当地拄到性影现象，海水无正常升温，让60%山湖大严重白化。You can identify your coral when it's dead. There won't be any color on it. 为挽救生态，环保人士决定种山湖，因将健康的山湖切割了后，点伫庄仔顶悬，搁放入海底。So now you can see we are keeping a space here, right? So when they start growing, our expectation is to them to fuse together. So when they grow all of them together, it can be one big coral. 另外一位海洋生物学家，去年用金属架啊种山湖，即马海中200个金属架啊顶悬的山湖，成长状况未歹。All of the coral we planted is doing really well. We can tell that they've grown and that fish are coming to the area. It's had a really positive impact. 有人用教育唤起民众的环保意识。那先是马尔地夫第一位得到畅水执照的女性，伊即马咧教囡仔熟悉佮爱山湖。If you don't love something, you can't protect it. You have to fall in love with the reef, with the ocean. Then only you put the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it remains. 事实上，选俄牵涉马尔地夫人的生存问题，当地80下群岛海拔无到1公尺，海平面若升悬，就会面临沉去的风险。若选俄打服务成功，对减缓海平面升悬带来冲击有帮助。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天气报道在今日北台湾有较寒，桃园以北东北部有局部地暂雨。明仔载拜四冷气团就会减弱，温度会回升。延过到拜五，华南分河区各会高温，水气会变高，中部以北东半部会落雨。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8度至19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英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